圣殿，咱们做伙来祈祷，做伙来敬拜。有时，咱是毋是会对主提出侪侪的祈祷，求主搁较侪的稳定，求平安，求解决困难。当这个时刻，要邀请兄姐注目伫主，无看环境，无看家己，独独敢若看这位创造天地的主。因为伊是咱性命的倚靠，是咱唯一的安慰。只是咱要安静咱的心，做伙用这首诗歌，用专心、专性、专意、专力，将眼光归伫伊。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。大先为着你个人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，求主帮助咱，毋那是伫每一日的生活中，拢会当亲像鸡连伫葡萄树，领受对主来的属灵生命快乐。也求主赏赐咱有谦卑的心，互咱愿意摒空家己的骄傲甲固执。互圣神来充满咱的心灵，引带咱一生的道路。这是咱做伙为着你家己个人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感谢你伫万人中拣选阮。互阮有这份福气，成做属你的囝儿，恳求主赏赐每一个属你的囝儿，有祈祷的灵，激励阮常常祈祷无累志，高把阮成做一个爱亲近你、渴慕你的人，时时洁净阮的心思意念，独独渴慕听候你，专心来听你，也恳求主帮助阮建立。甲你有亲密的结连，亲像鸡连伫葡萄树，互阮常常踮伫基督的内面，享受这份属天的平安甲得胜。谦卑学习，操练敬虔、敬畏甲知足的心，互阮有健康的属灵生命。
当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。煞者，咱要为着每一个家庭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。望咱每一个家庭拢会当建立家庭这段，求主互救恩喜乐进入每一个家庭，全家通当心祈祷灵修，成做热心服侍主的家庭。家人厝内底人嘛当心来传承，求主赏赐每一个家庭的成员，伫基督甲基督通当心，使用对主来的智慧来管理家庭，疼惜带领一代的信仰生命，互每一个家庭成做福音的见证。咱做伙为着每一个家庭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。祈祷的主上帝，即时我们为着每一个家庭来祈祷，恳求主假使每一个伫婚姻生活中的每一个人，拢会当尊主最大，求你赐下疼心，互夫妻通彼此相疼相服侍，求你也赏赐智慧甲勇气，当家庭拄着困难挑战，还是欠缺时，互阮有能力。通相担、相排解，伫软弱中看见你的坚强，也恳求主亲自保守阮的亲子关系。主啊，伫这个扰乱的世界，求你保守阮的心，无受到电子产品的影响，互阮看重家庭自集的时间，做伙起造家庭的这段，互阮全家人踮伫你的话语中。享受亲近主的甜蜜，只是阮也要特别为着阮当中受苦的家庭来祈祷。主啊，若是家庭中有人拄着经济的困境、事业的挑战，或者是身躯有病痛，当咧接受治疗，也是有失去亲人的，恳求主你的神甲因同在。因虽然伫困境中，也犹原有对你来的平安甲望。恳求主坚固因的信心，学习忍耐甲听候，因为你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衬。主啊，你是阮每一个家庭的大家长，求你祝福福强教会每一个属神的家庭，伫新的一年有新的望，持续经历你稳定甲慈爱美好的引带。阮做伙当心，为着阮每一个人，上帝。甲家庭的关系，阮当心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性命来求。阿们，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真情。向你稳定，我的心哦哟敬拜你，你是我生命的我主，你是我唯一的喜乐，伫你宝座前。向你稳定，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
煞者咱也要为着福祥教会已经要迎接50几年新时代的建造甲义上，以及教会的宣教事工来祈祷，也要为着咱牧者、咱的干事团队、长职、团契首长、团长、区长、小组长来祈祷。福祥教会要成做永生上帝的家，真理的照条到根基，是活出听的教会，积极传福音的教会，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。望这不是口号，咱真正爱甲家己讲，我是不是伫这内底成做宣教的一份子？望上帝带领咱正会友、牧者、团队、组长，拢有这款火热服侍的心，咱做伙为着咱已经行伫50几年的这个宣教的道路，咱做伙开声为教会宣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恳求你彰显对福祥教会宣告异象甲计划，兴起长职、团契首长、小组长、信徒来成做牧师、干事上好的同工，愿用祈祷、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参与教会牧区团队来推动所有的事工。互阮伫侪侪无共款的事工顶面，阮有看见家己会当负担的责任，彼此同心合意，希望福音，互整个教会发展会当行踏伫合主心意的道路，彼此相服侍，也愿意谦卑受教，来装备家己为主所用。互福祥教会成做这个城市、这个社区祝福的出口，通来回应你对阮在座每一个人的呼召。人人有份伫福祥教会宣教事工当中，愿当心伫你的面前，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性命来求。阿们，感谢主。煞者咱要为着今早起主日礼拜，各部门的服侍团队。礼拜的听书、牧师的讲道来祈祷，恳求主的神领导伫在座以及线顶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就，保守带领今早起的主日礼拜、儿童主日学、青少年查经班、门徒学校，主的恩典满满，甲咱同在，伊的神也临在保守，咱做伙开声，为着今早起的主日礼拜，咱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赐下祈祷、敬拜、赞美的灵运行伫福祥教会，互敬拜充满上帝的荣耀甲同在，保守看顾今早起整个主日礼拜的听书一切顺遂，无论是伫1楼的交通指挥、大厅的接待人员、新朋友的关怀、主日学、查经班、咱的门徒学校、心灵转教、爱心午餐等等，遮的事工，保守牧师伊伫今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，温哥高满伫牧师，也诚做牧师伊所传讲的信息，诚做兄弟伫信仰甲生活顶面的反省甲启示，也恳求主纪念伫阮当中，也阁有线顶侪侪还未认捌你的朋友，恳求主你的灵甲因同在，伫敬拜当中。会当甲你三拄生命来得到改变，我们将今早起的主日敬拜恭敬交托伫你的圣手，求你掌管保守对头到尾，你的恩典满满，甲阮三个弟弟，阮当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伫圣经当中，喜年代表头棒，恩典甲电信开始的上顶，
也是扫角大谈的时刻，是咧宣告讨棒的时刻，更加是稳定重新开始的时刻。福强教会设到50周年，这毋那是一个数字，是上帝对这个土地、对咱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位兄弟姊妹、久久长长的疼痛。50年有偌久？徛伫恁头前这个51岁，上帝恩典就是这么长、这么久。今仔日，咱就要用这首4年的号角响起。扫角声传播喜年，做伙来学乐赞美咱的主上帝。扫角声要赶走一切的伤心甲累积，扫角声嘛要唤醒咱宣告的热情。这时要邀请咱做伙起立，咱要来唱这首4年的号角响起，做伙用声音来正做宣告的声音，咱要将上帝的福音传到侪所在，互侪爱要认主的人，照着咱的热情，照着咱的宣扬，会当将伊的听分享出去。回首恩典的足迹，主的恩手不曾离。多少晨光与黑夜，是主同在的印记。软弱中靠主刚强，瓦器藏着你能力，破碎中有主平安，每滴眼泪你珍惜。新年的号角响起，催促我向主奔驰不放弃，激励我见证主爱不停息。新年的号角响起，我要如鹰展翅上腾，迎风声恩雨，同心合一，传承主使命，直到地极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主的4年的号角响起。回首恩典的足迹，主的恩手不曾离。多少晨光与黑夜，是主同在的印记。软弱中靠主刚强，瓦器藏着你能力。破碎中有主平安，每滴眼泪你珍惜。新年的号角响起，催促我向主奔驰不放弃，激励我见证主爱不停息。新年的号角响起，我要如鹰展翅上腾，迎风声恩雨，同心合一，传承主使命，直到地极。号角的声音划破天际，号角的声音划破天际。荣耀的乐章，颂赞新年的信息，被掳的释放，贫穷的富足，伤心的医治，得胜的恢复，我们都要归向你。新年的号角响起，新年的号角响起，
流靠主的公用，你归咱的我来临。我虽动了有平安，我的目屎的英雄，走到下宽阔的你，天气我主好早有我的，别了我天天主家有我的，走到下宽阔的你。就眼角更是会观，也记住问题，但是他对现在处处的平安愿望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三个声传播天地，今天传播完了，咱已经正伫主宣告的路上，咱来做伙头前来跑走。所说稳定的他家。是主拢无离开，现在你的感情是主当家的记号，乱流靠主的公用，你归咱的我来临。我虽中有平安，阮的目屎的英雄，走到下宽阔的别了我，天天主家有我的，走到下宽阔的你，就眼了更是会观，也记住问题，但是他的是咱处处的平安。下雨，换到天边，奇妙的歌声，传扬秘密和消息，受了的盼望，颂扬的呼召，就是的日子，我的福气，我的荣美，归向你。下雨，换到天边，荣耀的歌声，传扬秘密和消息，受了的盼望，颂扬的呼召，相信的日子，我的福气，我的荣美，归。